大家好，我係老時。最近香港班高官去完西安考察，之後就重點發展旅遊業，搞銀髮經濟啊、廟宇旅遊等等。我班朋友同學知道我舊年去過西安啊，都想知道呢個高官口中嘅二三線城市有咩值得香港學習？兵馬俑有咩咁好睇？仲話我同你都係讀文科嘅，歷史書中嘅兵馬俑都唔知睇過幾多次，橫睇掂睇都係堆泥公仔，點睇都冇可能入圍世界8大奇蹟嘅。首先，西安係唔係二三線城市？我好難答你。第一，西安嘅地鐵鐵路網好發達，我唔肯定係唔係每個站都係有廁所，但我去過嘅地鐵站都係有廁所嘅。反觀香港，想揾個公廁都幾難，地鐵就更加係冇廁所添。其次就文化特色問題，當地人上下一心致力維護西安嘅文化特色。喺大唐不夜城我見到小販係着古裝賣冰糖葫蘆嘅，態度誠懇有禮。酒店安排着漢服嘅美女喺大堂表演古琴古箏。我喺當地就見到一對香港嘅中年夫婦喺大堂爭執，原因係個老公聽咗近1個小時嘅古箏都唔肯走，仲話老婆冇文化添。反觀香港，由茶餐廳到雪糕車嘅服務態度都係不知所謂。另一樣令我印象比較深刻嘅係滴滴車嘅司機好有禮貌。我一落飛機就落大雪，司機竟然同我講唔好意思，因為俾我睇到西安唔好嘅一面，因為落雪車會行得比較慢，仲提醒我未來幾日都會落雪要預早出門，以免延誤行程。反觀香港嘅的士司機只係識兜遠路呃錢，粗口鬧乘客，真要比上嚟，我都唔知邊個先係二三線城市。西安唔出名嘅原因，一來可能同北京、上海等地唔同，唔係直轄市，亦都可能係因為西安人嘅性格內斂，本地人唔鍾意去外省打工，加上兵馬俑嘅原因，唔使宣傳，每年都會吸引好多人去西安旅行，自然會令人覺得佢只係得兵馬俑呢一個賣點嘅窮鄉僻壤。至於對兵馬俑嘅評價，我係唔可以怪我嘅同學，因為去之前我嘅觀點係同佢哋係一樣嘅，去完之後就完全唔同晒。歷史書同新聞報導都強調兵馬俑栩栩如生，但當你望住新聞報導同歷史書入面嘅相，你會覺得兵馬俑同栩栩如生呢個4個字完全扯唔上任何關係。但係點解法國總統希拉克會稱兵馬俑為世界第8大奇蹟呢？我相信係同兵馬俑雙眼有關。喺照片上嘅眼睛係泥土係死嘅，但係現場睇就完全唔同。即使唔係每個兵馬俑雙眼都係有顏色嘅，但係你仍然會覺得佢哋係望住你，而且係無論你行到邊，佢就望到邊，同蒙羅麗莎係一樣嘅。最奇妙嘅係一個文官俑，企喺我旁邊一個4、5歲嘅細路突然指住個文官俑，然後同佢爸爸講：點解個公仔識笑嘅？然後全場靜晒，然後聽到有人講：真係識笑㗎，快啲影低佢。個導遊扭頭一睇，然後就快步離開。事後個導遊同我講，佢本人並冇見到個文官俑喺度笑，佢走嘅原因係唔想同兵馬俑合照，因為兵馬俑係陪葬品，同佢合照會降低人嘅運勢。回港後，我同同學朋友分享今次參觀兵馬俑嘅體驗，佢哋都大呼有趣。有部分同學堅持兵馬俑係活人俑，所以先會咁栩栩如生。係唔係真我就唔知啦。只知道當年中史書入面一尊打爛咗嘅兵馬俑嘅相顯示，兵馬俑係實心嘅。有製作陶器經驗嘅朋友都知道，實心陶器燒製嘅時候係會爆裂嘅。咁點解兵馬俑冇爆？唔通佢真係一尊人俑？不過點都好啦，作為一個中國人，點都要親身睇一次。多謝大家！如果鍾意呢次分享，記得留言、分享同點讚。